像我已经是注册过了，站在这里，等于就是说很方便的话，垃圾桶的这个门就可以开放。好，在这儿。我这个就行了，那手指自己会关吧？像蓝色桶，像这些的话都是可回收物。可回收物的话，我们又分为了纸类、塑料、金属，还有纺织物。啊，这垃圾分类肯定是好事儿啊，利国利民呐。这我们看那个宣传，现在北京的四周全都差不多被这些垃圾都包围了，慢慢就好了。刚开始可能有点不习惯，但是呢，时间一长就好了。你这是什么垃圾？其他？那边也有塑料壳子。对，这些的话都是其他垃圾，还有泡沫这些。来，出来了，关联的这个垃圾袋和我的这个二维码是关联的。刚才我拿手机扫的，如果我这个投放不准确，或者就混装就混装混投的话，我们也都可以联系到，具体的话再做指导。哎呀！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恐怖的，但是呢，觉得时间一长习惯了，习惯就成自然，就感觉是很，比如说今天这一天要没有分类，就觉得哎呦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，觉得好像做错事情了。